大家好，我係健康小姐。今日我哋嚟講下養生。養生嘅英文係 health preserving， 佢嘅核心意義並非治療疾病，而係一種預防醫學。養生係透過合理嘅生活方式同飲食習慣，喺身體處於平衡狀態嗰陣進行自我保養，而唔係喺問題出現之後先至嚟補救。記住，養生係俾健康嘅人保健用嘅。如果身體已經出現不適，應先尋求專業醫療，等身體恢復平衡之後，養生先至可以發揮作用。點樣開始養生？首先係均衡飲食，建議遵循5顏6色原則，每日攝取唔同顏色嘅蔬菜同水果，例如黑芝麻富含鈣質，能幫助骨骼發育；紅色嘅番茄就有豐富嘅茄紅素，能增強免疫力。有平民燕窩之稱嘅白木耳富含多糖體，而紫色嘅藍莓含有花青素，都係極佳嘅選擇。第二係規律運動，建議每星期至少進行150分鐘嘅中等強度運動，好似係快走、游水或者踩單車。第三係充足嘅睡眠，建立規律嘅生理時鐘，並創造一個安靜、黑暗嘅睡眠環境，呢樣能顯著提升修復品質。第四係壓力管理，每日抽出10分鐘進行冥想或者深呼吸，同時同親友建立健康嘅社交聯繫，亦能釋放內心壓力。最後，戒煙戒酒並維持年度體檢，及早發現潛在問題，係預防勝於治療嘅最佳實踐。好多人好奇養生同養生有咩唔同？養生偏重身體層面嘅強化，而養生則涵蓋咗心靈同生命嘅整體品質。莊子喺《養生主》中提到，養生之道在於順應自然。呢樣唔單止係生理健康，更加係心靈嘅自我超越。好似庖丁解牛一樣，喺生活中尋找平衡點，達到游刃有餘嘅境界，呢個先至係最高境界嘅生活藝術。養生係同自己和解嘅過程，我哋行嘅每一步辛苦，都係為了能行得更遠，睇遍更多美好嘅風景。如果你仲未開始，不妨從今日起，好好愛惜自己啦。祝你擁有健康自在嘅人生。